主機、連線管和電源線禁止水洗和消毒。如需清潔，請在關機的狀態下用軟布濕水或濕紙巾擦拭即可。其他配件使用前後需清洗消毒，建議搭配小白熊星空 UV 消毒控乾櫃進行消毒。組裝：將閉氣閥裝入乳房罩接口，壓到底，確保連接緊密。將隱形杯倒奶口招上進行組裝。第一步，先將頂部倒奶口位置對齊合上，再按壓邊緣部分，使其緊密貼合。第二步，將吸力直膠裝入隱形杯上邊緣孔內，使吸力直膠凹槽邊緣包覆着隱形杯圓孔邊緣，使其緊密貼合。再蓋緊吸力直膠蓋，使吸力直膠蓋壓緊直膠。將連線管一端插入隱形杯吸力直膠蓋接面處，連線管另一端插入主機進氣接口。長按5維導航按鍵開機關機，短按開啟關閉語音功能鍵熱敷鍵。長按5維導航按鍵開機關機，默認進入吹給予模式待機。可以通過撥動5維導航按鍵至加減鍵來調整給予級別。長按開機，撥動5維導航至功能鍵可循環切換給予功能排空功能。可以通過撥動5維導航按鍵至加減鍵來調整排空級別。長按開機撥動5維導航至熱敷鍵，可循環切換熱敷1級、熱敷2級、熱敷關閉。本產品未附帶適配器銷售，可用手機適配器給本機充電，但必須確認手機適配器符合要求，首次使用請充電。為避免母乳中的營養成分流失，請將冷凍母乳放入冰箱冷藏室解凍，或將儲奶容器置於流動的溫水中解凍，水溫不宜超過攝氏37度。問題1：在使用泵奶機時感到疼痛。解決方式：1. 請熱敷乳房5分鐘後再進行使用。2. 請將泵奶機的級別由 Level 1慢慢調大，並找到適合自己的吸力頻率來使用。3. 上述如無法輕鬆給予，請停止使用泵奶機，並諮詢醫護人員。問題2：無法運作。解決方式：如插上電源適配器仍不能正常運作，請與當地經銷商或指定維修點聯繫。問題3：吸力很少或沒有吸力。解決方式： 1. 請依照組裝方式步驟重新組裝吸奶器，請確保吸力直膠閉氣閥組件、連接管等配件完全合上。 2. 連接插頭兩邊固定插入吸奶器隱形杯上的孔以及主機相應孔內。 3. 檢查吸力直膠閉氣閥組件是否有破損。問題4：吸力調大吸不出乳汁。解決方式：乳頭請對準罩杯內孔，先用低檔位進行吸乳，同時請放鬆心情。問題5：主機停滯。解決方式：連續使用過程中可能會因為震動使氣閥閉合不暢而造成主機停滯，若出現此情況，請輕拍搖晃主機，使其恢復正常運行即可。